咱台湾是掠三巴是掠上济国家，即嘛是三巴的时季，也毋过甲呾只掠着过去用过一成。学者是表示讲，今年日本嘛是共款掠无鱼，全球气候变化，因为安尼海洋资源的影响恐惊会愈来愈大。8月底，龙顺发1号渔船，搁伫个前定渔港还未出海。因过这时阵，渔船早就出港去公海掠三巴，不过船长已经听人讲，今年的鱼啊真恶劣。不好。怎么说？这一个晚上有的打不到，没有下网的没有下网，还有下网的100-200箱，几十箱而已。那这跟以往好的时候比较的话，以往好的时候会是怎么样？以往好的话，有时候一网都5000箱都有啊。如果在那巴那边的话，其实相比美国。像美国是咱早到釜山3港。唔那烦恼掠无鱼，船长嘛会担心海顶拄好做风台，决定延后出海的日期。出发进前嘛爱先拜拜，祈求会当大船入港。唔过别只渔船大概6月就已经出海，目前台湾已经有80多只的船伫咧日本附近的公海作业掠三巴，到当也无船啊转来落货。海头就是差不多国历的6月份、7月份会出一波，了个一段时间鱼也较少，但无像今年鱼啊含一尾都无啊，这是足少当地的情形。因为今年也无船啊载鱼先转来，实际来到业者的仓库，干那剩这几箱旧年的三巴，市面已经无鱼通食。业者暗算今年一定会起价。加在三巴的大尾是中秋节前后，一直到11月，业者希望后期的量会当弥补不足。其实日本今年三巴的量同款真惨，只有英国的1/8。学者认为，甲这几冬海洋的环境改变有真大的关系。青草的这封面的这变动，啊，含这青草的这支流，有出现这软水区，啊，这情形还出现，影响到这树德鱼，南下洄游的这情形。这2-3年这个鱼这样子以我的经验来讲，差太多，这越抓越没有了。船长讲，即马日本的渔船嘛会行来公海对台湾的渔船掠鱼，全球的气候变化影响海洋资源，若是无管制掠鱼，未来三巴减量恐惊会是趋势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泽高雄报道。